接下来就是应取之行为。第二，应取之行为行为方面也是有分为3种：一指4项，居住6度，一指其他威仪。一指4项的应取之行为分3个部分。一指4项，从一指4项，居住6度，一指其他威仪，一指4项。如华严经云：善男子，汝应将自己做病人想，法做妙药想，善知识做名医想，精进修持做医病想。自己从无始以来，在此轮回的大苦海中，犹如比因3毒过3苦所逼的病人一般。比如病情非常严重的病人，要想脱离病苦得到病苦，得到安乐，必须医治一位名医，并且遵照医嘱去做如法服用所给的药。同样，要想消除业祸的疾病，必须医治一位如名医一样居住法相的上师，然后照后依照上师的教愿行持，服用正法妙药。否则虽然医治了上师，但如果没有依教奉行，则如同病人不遵医嘱，医生无法利病人一样。如果自己虽不用正法妙药而为修持，则像一位病人的枕边虽有无数妙药和药方的为服药证，对病也无益一样。当今时代有许多人认为，只要祈求上师以大悲关照我，就大有希望，好像自己虽然累积了许多不善业，而不需要感受果报，仅以上师的悲心力就会抛石块一样，将自己投到清净刹土。而什么？实际上，所谓上师的悲心，是指以慈悲心摄属弟子，开始圣教源及取始之教理，依照如来言教开始解脱圣道。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更殊胜的大悲心。依靠这种大悲心，是否趋入解脱道？慈悲心是否趋入解脱道，则依赖于自己。尤其我们如今已获得暇满人身，并已知晓驱蛇的关要，而且能自在怎么取食，此是计划永远行善或永远作恶的关键。
所以依照上师的一切教言，如理修持而彻底分清轮回和涅槃的界限非常重要。此外，现在许多经忏时到亡人的枕边念诵。好，那从这里先等一下啊。好，我们这个以上呢就要做一点解释啊。哎呀。因取之行为，取之行为是指相。哎呀，这方面。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就是是种自己一种怎么说呢？自己的一个相，就是相当于自己是要什么样子的定位。那么这个时候讲的就是自己如果是要学佛，要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的情况下，获得圆满佛果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先把就是首先比较学佛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什么样子的条件才真正的学佛是对我们得到帮助，这样去想。所以首先自己呢就是相当就是当做一个病人一样的去看。那么为什么可以当做一个病人来看呢？因为病人是得了什么病，就是不管是什么病都一样，必须得要治疗的。那么治疗才是能够可以从治好病，才是会得到这个解脱病的痛苦，而且是获得健康的幸福。所以通过这个方面是所有的人都听得懂的，就很简单的。但我们这个为什么用这个来作为对比呢？那么这个是直接可以对比的。我们所谓的得病就是短暂性的得病，了不起的话就会这一世的生命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已经得的是呢，就是生老病死的这个烦恼的病，痛苦它带来的痛苦呢，就是不断的在痛苦，不断的在轮回。我们因贪嗔痴这个五度的病呢，就是本来我们在这个轮回的过程的时候，第一次产生轮回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没有远离过这个病，一直都是以这样的一个病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经常都是在造业，因为造业的结果呢，经常都是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幸福的结果。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要解脱这些痛苦的话，那么就像一个病人治病一样的，我们就是要找一个如同明一般的上师，就是具德法相的一个上师。那么就是根据根据这个上师所讲的教言，我们就必须得要依教奉行，不然的话，就我们一个病人就是虽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医生，但是没有去真正的听医生所讲的，然后就没有去如实的吃药等等，没有去治疗的情况下，刚是找到了一个医生也没有太大的帮助。那如果是找到了一个医生没有给你药，那你的病也是好不了。就像这样，就是找到了一个上师，你就是说我有了上师，就这样也没有用，上师必须得要传法。那么上师传法自己要去学，没有学的情况下，上师给你传了许多的法，那么就是一个病人他的这个枕头边上或者是他的房间里面放了很多的药，但一个都没有去吃，而且也是吃的时候也没有就是在医生交代怎么去使用的这个方法，没有按照医生的这个交代一样的去吃的话，那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那个病也不会好的，
反而也许可能也是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病本来是比较轻的，但是吃错了药，然后就会更严重的这种结果也是会有的，会产生的。如法的一个修持，那么就很多都是就该想修的时候修，不想修的时候不修。今天想修。各样，你今天觉得这个法比较殊胜，明天这个法可能会比较殊胜吧，就这样，这种的话就很麻烦的，因为这个来说的，就现在的很多的居士有点这种问题，那么上师们也慈悲，就是传法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说是很多的弟子是不是真正的自己的弟子也很不好说，今天来了，明天不来，然后后天突然又会冒出来的那种事情也特别多，那种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那我们就等到真正的自己的弟子的时候再传，然后没有等到真正的自己的弟子的时候就不传法的情况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等到真正的弟子，所以就是很不稳定的一下会出现，一下会消失那么这些方面来说到就非常的不好说，所以就是法全部都是在传，一直传，一直传，主要是坐在前面要有听法的那些人。就是当做一个至少最起码都是对佛法有信心的一个人，他有没有把我当做真正的上师是没有办法再肯定，也没有办法确定，但是至少他今天坐在这里，他就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到了这个佛教的这个传法的行列之中，然后坐在我们的前面，那最起码就是当做一个对佛有信心的，对佛法有信心的一个佛弟子。所以我们就跟他传法，传了法以后，就至少他会得到一点点的帮助，就是一种希望。那么这个为什么只能是这样呢？因为末法时代，众生都是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擅长烦恼跟擅长造业，所以没有办法在如实的修法。那么真正的那个如理如法的修持是越来越少。因为众生共同的业障就越来越严重，众生共同的福报越来越稀少。那么这种时候呢，就是好不容易就是对一个人给他讲一句佛法也是非常珍贵，非常的殊胜，所以非常的难得。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很多弟子来说就是接到很多很多的法接到很多很多法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在如实的修持的情况下，那么今天再修一下，明天听一下，就这种就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那么你就是专注一个法而修的话，那当然断断续续也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说是怎么说呢很好，但也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那也是比不修好啊。但是今天修的是这个法，明天修的是那个法，然后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那就不会有太大的利益。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大家也一定要以后要小心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就是在一个病人，就是认真的吃药，认真的听医生的话，然后就是按照医生所讲的一切都做到，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所以就像这样的道理，我们自己在认认真真的修持佛法，然后一直上师所传的法都是在一一不漏的就好好的修持的话，这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得到什么呢？得到解脱，得到从六道轮回当中要解脱出去，获得圆满佛果的方式。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一定要知道很重要的。然后这里后面讲的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对上师有信心是当然是对的，但是对上师的信心是不能以为就上师加持我马上就可以得到解脱，或者是上师加持我马上就，如果是我现在死了，然后就是也是上师帮我修法，或者是上师加持我的话，我马上可以把上师把我直接把他丢到那个极乐世界，有这种的想法的话，那是不对的。那巴珠仁波切在这里也讲，有很多的人，那么
有信心的方式不能弄错。佛陀也是有讲，我为宣说解脱之方便，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就这个意思是什么？佛陀也是说，他可以给我们讲能够可以解脱的方法。我们要不要按照佛陀所讲的方法来解脱，这是看我们自己。所以上师一定是会有很大的那个慈悲心跟这个怎么说呢？那个菩提心。但是呢，上师有慈悲心跟菩提心呢，就是努力的跟你们讲课，教你们怎么去修持，这就是上师的悲心啊。为什么说上师是一切诸佛的本体，也是可以说过去一切佛的怎么说呢？那个过去一切佛的什么？过去一切佛跟现在一切佛，未来一切佛。那么这个过去一切佛的补处，现在一切佛的相当也是代表值。所以就是这个为什么说现在一切佛的代表？因为上师一样的就是代表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那么弘扬佛法的话，就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办法再把一个众生直接丢到那个极乐净土的情况下，那上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但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教法如实的修持的情况下，那他的跟随他的很多的弟子都已经成佛了，成就了，就像如同他们一样，我们也可以成佛。但是我们成佛的条件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如理如法的修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如理如法的修持的话，就必须得要学习，从学习开始。实践的任何一个学问都是要学。所以就这样的区别。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也一样，我们成佛是有各种的因缘跟各种的这种缘起，就是有成佛有早晚的区别而已。有些人呢，就是根基好的人，那么就会得到即生成佛。就像我们就大圆满法的来说的，根基好的人可以得到即生成佛。这即生成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相当就是在整个的大圆满法的一个课程。对于所有人定下来的一个课程来说的话，就是相当就是3年闭关的一个这样的行程，就是圆满了一次大圆满法的课程。那么这个当中能够可以获得成就的、获得觉悟的那些人来说的话，那就已经是得到了即生成佛。那么有些第二个呢，就是中阴的时候成佛。即生成佛就是一生当中就成佛，但一生当中也并不是说从小到大修持到最后死亡的那一天成佛，也不能这样讲那么这个时间来说的短的话就很短，就像那个曾经那个譬如在那大乙世走到了那个家中地球的时候地区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老人家，他就是对他就是有特别不同的信心，然后就给他的传法。也并不是加持他为成佛，给他传大圆满法，他自己就是具足信心，然后就是在认真的修持，最后就得到了大圆满的成就而成佛的。那也是以这种的，那个老人家遇到那个，比如在那大乙世的时候，已经是80几岁的高龄但是那个时候开始修，也是就很快就成佛，就是这样的道理。即生成佛的道理来说的话，但是这些都是看自己的这种根基。所谓的智慧的根基是什么意思？我前几天也解释过，我们佛教里面佛法的在这个佛学里面所讲的所谓的智慧是什么？善与恶的区别，懂得善与恶的这个区别的，然后就是能够可以行善的人，就我们所谓的佛教里面所讲的有智慧者。那么就是相当就是我们从实践的学问上，那么很多的这些造业者，相当也是在创造一些什么就是严重的那种有伤害性的那个武器的那种学者，那是不是佛教里面所讲的有智慧的？不是这样的。也是不是佛教里面所讲的上根器者，在这个世界上发明这个什么炸弹那个原子弹的那些
严重的那种武器的那些发明者，是不是佛陀所讲的有智慧者？那不是的。佛教里面所讲的有智慧者就是能够可以有善心的人，能够懂得那个善恶的分别心，而且是对这种恶本、对造业方面能够可以产生恐惧性的这种的人，就是有智慧啊。所以就我们要有这种智慧的话，那我们要学习修持，才是会得到成就的。没有学习，没有思维，修持不容易能够得到成就的，因为不懂怎么去修持嘛，所以就不容易能够得到成就。所以今天在这里所讲的都是这些方面，所以非常重要。所谓的上师的悲心就是这样，上师摄收了弟子，然后加持一下，就马上能够让他成佛，这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就是观音菩萨的慈悲，释迦牟尼佛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那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得上的。所以就是从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所谓的学佛的人都讲，我的上师跟一切的诸佛菩萨，从功德方面来说的话一样的，但是从恩德上面来说的话，就是对我的上师是比佛陀还更有恩德。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那恩德是你的上师对你最有恩德，但是功德方面来说的话，你的上师跟那些佛陀都是一样的功德的情况下，那他们都是有慈悲心的，有菩提心的，那他们都应该是早就把所有有道理的一切众生都是他通过那种特殊的功能或者是用神通的方式全部度化了以后，不需要你的上师的存在啊。所以这样去想，那么一切佛陀、一切诸佛跟一切菩萨给我们怎么样的去传法，那我们上师也是一样的给我们传法的情况下，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去修持。当初一切菩萨们怎么发愿的，怎么修法，都是经过那么大的苦修，那么多次的一些对自己的生命都是作为布施的，这些经过这么多的苦修努力修持的，最后才是得到了这个成佛的结果。像我们这些就看到，我们也是一样的，必须得要去好好的去修持好好的去学习然后修持才能够可以得到成佛。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非常殊胜的。但这个呢，就是它的根本在哪里？得到这个永久快乐的根本在哪里？对于我这一生当中来说的话，上师是我得到一切幸福跟快乐的根源。没有上师的情况下，就没有佛陀的怎么说，不会产生佛的名字。以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切佛也是依靠上师而成佛的。那我也是一个佛，但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佛？但我是一个未来佛现在呢，我就是一个众生。原因是什么呢？因贪嗔痴五度的烦恼所怎么说呢？那个污染。然后我把这些所有的污染都清除了以后，我就是一个佛。但是用什么方式清除这些五度的污染呢？那么依靠上师，依靠上师的加持吗？那也并不是。依靠上师的教育，依靠上师的教育，我就好好的去学习，我会得到清除所有的这些业障的污染。所以我的本性就能够可以在非常透明的，就像太阳一样所有的这种阴都散了以后呢，就是太阳是非常明亮的。所以我的本性跟太阳是一样的，主要是阴在遮住的时候，那么太阳是看不到，但是太阳本身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但是我们在眼前的这个阴就看不到太阳的光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是佛。那么我们都是佛的话，怎么样子去把我们自己
本身的这个本性的这个清净，能够可以再显出呢？这个就是要修持佛法。那么修持佛法的话，就如理如法的修持才是可以，不然的话我们就得不到真正的这个成就啊！要这样去想。自本作灵着康着